係改緊個 logo。Client 話要夠 fresh 又要懷舊，開完個 tap， 一杯凍咖啡，心入面火早已熄冇。話咗一句，都俾人一句吸過，呢隻字認唔夠 friend。喺 Pavilion 樓上租工位，月初俾人講到高，人哋影打卡，我自由我對住熒幕上下 proposal， 一次過返3份，禮拜日都係開肚塵。個美國人已倦理想被壓扁，誰人記得我一筆一畫嘅細緻點線？技術被當成快餐扁，現價值唔值錢。只求個 client 今日唔鬧我太老套冇創意，仲記得讀緊 design school 講 curve 講呼吸空間講原理論，出咗嚟做嘢就係叫你抽美國 track design 係溝通語言，但公司只想你識抌字加 gradient， 是人壞企變咗生活嘅唯一顏色。睇住舊 project 俾人轉殺風格，深度兩賣，仲有乜嘢叫自己 style portfolio？ 擺上網冇人 click， 只得 deadline， 日日追殺我個腦袋個美國人，厭倦心意俾人踐踏，人要價低，仲要你諗爆款概念，努力幾多都輸俾 AI 一 click， 仲有咩貢獻？仲信創意會改變社會嗎？又有邊個會理？如果有日我唔畫圖，仲係咪我呢個城市叫我靈感無限，但冇俾空間我呼吸，報價單寫唔出熱血，仲可以點堅持？個美國人熱戀，但仲未死心。我喺馬前途層之中揾緊自己嗰份印，即使平凡唔起眼，我都畫到最後一筆唔俾你剪，因為我信有人會睇懂我畫裏面嘅唏噓遇見人。話不需要甜心，仲有先吉隆坡聽唔到我講嘅説話，就留喺 poster 角落一角旅行。